来看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甲台北市议员尹晓薇，昨午佮裁定严压。下议点是指出讲，甲专案有密切相关的证人嘛是佮还未传唤到庭，嘛是佮有未证甲串口径的疑虑，会随时来审视哦。今仔嘛佮再审金华城案传唤证人，台北市督法局的总工程师杨志成。另外，民众党嘛表示讲，会向法院来申请7月2日，让郭文地出来投票。主席会长出来监护投票吗？警备车到位，加油声是直直发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甲台北市议员杨晓薇，和法院裁定严压了后，日搁再互提审到庭审理金华城案，两人的表情拢小可震动。律师，我们会提抗告吗？对8月初2开始，爱搁严压2个月，裁定的理由讲到，甲专案有密切相关的证人，拢等待传唤到庭，无法度排除两人未证甲交传的记录，爱看后续的审理，随时审视羁押的必要性。连到时间案的被告李文忠甲沈庆京，拢互裁定定保。佩奇医师，我想他的情绪低落是不在话下哦。那事实上，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几乎是不断的在哭泣。那早上的时候，他打了电话跟我说，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来听庭了。这个开庭重点传唤台北市督法局总工程师杨志成作证，伊是当初是案件的承办科长。伊伫庭上讲，专案提交督委会审议的3大理由，包含前督法局长黄金无指示，伫辩论会郭文地裁示，还有伫市长交办单要相关的要求。不过伫规个案件审理期间，因为罢免按投票要到，也发生一寡事件。一波犯罪，为什么他不能出来投票？这一点国家讲清楚啊！如果今天不准他投票的话，那个理由要能够说服全国人民啊！洪一爱郭文地也收到投票单，伊的牵手陈培琪伫面册发声讲，翁西要洪体夺公权，依法有投票的权利。民众党也表示会向法院提申请，让郭文地会当改号投票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